上周农业社会陆卡出新灯是大事情，几多客家地区如会打新灯板到车生命。也多年来台中东市嘅新灯板节较个有名，也是客家中生命大节庆其中一类哟。更加除了新灯板，旧每日也会打土板。林秋莲曾亲自除了带眼人去看新灯板係用嚟打位，還去一道同東市林業有關嘅景點。從林業文化園區頭擺係大雪山林業公司，東市客家文化園區頭擺係在塑料嘅東市支線嘅火車站，更加也都所採路轉型做觀光休閒嘅，還有沙灘茶好錯喎。那位清朝數嘅陸海中嘅太毛鋪，這係一隻傳統嘅客家莊，見到嘅人行人看，還看得到老祖公嘅建築智慧，接下來看下嚟東市了。有行傳誤地東社區嘅街路行嘅旅記記，下面仲來看，大家歡迎迎接第二年100嘅大事期新燈板節。當年正月版唔但搶街路，太太寫嘅廟為鬧熱漸漸。前幾年風下就用來嘅感應，都被打扮來搭車新面。下那倆幫年來嘅傳統，倆下那係客種是咪太節慶慶祝之間。一般啲4兩、6兩都1件、3件、5件。啊，一般台北比賽時就是爭20件，啊，我前幾年要到30件，啊，我較為咗培養，為咗來擴大期盼嘅部分，特別開了2個幫意件嘅板線。如果開個板木超過100公斤安重，為8個台那麼嚴長工嘅人，兩線對 Q 片傾嘅時台，兩下唔單搶就代表成來個新燈板，咪就代表成每個頭板。貴號代表長壽嘛，啊，上面要壽子財3.4號，代表哈是多子多孫，啊，客家人都注重特別注重耕田，所以講希望多子多孫多福氣。啊，第一個板件佢係土板，土干壽總係代表長壽嘅意思。為咗安泰嘅板，你可能難唔好，做咗世界新燈板，參千感受農業節氣。當然，正月辦嘅時節啊，東社了其實都會非常大鬧熱，因為了片啊會辦個新燈板節到，大家會拿個台板啊出來比賽。根本嘅，你來簽到一個按到葉媽媽會來教你用板面來做新燈板咯。葉媽媽，根本啊，我麻煩你哦，做得教人用嚟做新燈板冇？是的，可以。好，咁你啊看到啊，有準備好材料咧啊，條材料係乜嘢喏？就是糯米誒，然後一起料，是變板皮。好板皮，兩下板皮，啊，縫製咧嚇細啊樣嗬。縫咧嗬，板皮。板皮，還有喏，啊是個pel牙。pel牙哦。包pel牙。哦，啊新燈板線是出嚟啦。新燈板嘅牙有嘛個特別嘅素材冇，有固體冇，也係有加種。有一多種，因今日用嘅是大花豆嚟去做嘅，啊，要嘛有啲pel縫pel。材料準備好，提起鋪會先處理板材。啊，樹係講誒成抹緊油係嘛？你抹是油啊，你啊拌牛嚟哦，從旁邊，安尼。用板，冇東岸流卡盤頂，東岸流卡盤頂。東岸地我聽唔到。卡盤頂嗬。燕順湯係嘛？對，哦，燕順湯，啊啲啊紅皮標落去，標落去，啊是安尼包法咯。有乜嘢注意冇？要安尼往由外往內。哎呦，雖然唔是從成本包裝按固布為入18集，唔過牆係為老闆齊潤潤嘅包係全部按貴，都冇簡單入好，會變到白進度，撒浪買烤房嚟。看那個麵，你剛才哪一個你攞到裡面去？啱啲咧，我記得啦，我記得有麵嘿。其實上強窿咧。冇咯，有看麵看可能這個。啊，看那面很冷啊，就不用等過好啦，可以啦。你還唔得嘅，就那去咯。你乜都唔知道咩嘅，好，放在那個所有所的，所有所的，不用嚟等過。對，是從中間進往旁邊，新燈板做好，不用到農場度，就按究，行為老貴嘅大塊率比差異，板就唔會吹下降到，出嚟8點鐘就好咧。
心高也了妈妈先锋讲话做哪一种班，可惜学到挨嘞。家下做睇圣诞班的哦，不过咧哈，宋妈妈拢爱讲啊，都是已经还有是一种按照拉卡班，拉卡咁样睇唔错。宋妈妈，你讲嘅拉卡係边只拉卡係冇？拉卡板，那拉卡板，等我先。係呢一種拉卡冇？嘿，这样安尼啊？你有拉卡班咁識嘅？是的，等我先。啊梗係嘛，梗東西啊！我哋東西卡嘅東西拉卡板清讚哦。咁嘛，咁按到拉卡班哦。都像你拉卡板、烏板的拉卡哦，板。烏班哦，唔係正經是拉卡哦。咩烏啦？烏板按種按你坐落就像拉卡你試咩？嘿，像你試就像拉卡板嘅咩？哦，原來係按樣嘅哦。好的唔係正經是拉卡，講到了腐敗嘅梅水，正經下熱吞口水。在米粉、番薯粉加水攪勻，嗰家熟好嘅腐糠，撈起煮到種長江溶鵝，嗰種到溫度，到吸到濃稠度，出好標記出嚟。你啊，呢啲拉卡班啊做好咧啊，一陣將用佢不佢甜緊咧，撒下落去嚟撈緊啊熱水。做媽媽，你下可以處理係嘛？好。啊水滾咧係嘛？哦。水滾咧變落去。變落去。啊，你可以處理幾久呢？半點鐘。半點鐘就熟嚟啊？哦，好。唔過吹到一半，還會先沉甜一下。你咪落邊樹下邊破樹卡松樹，焦咧，啊就在面上。還會成冰料係嘛？冰料，這麼香。撈炒後，配香嘅香料變上去，配嚟吹到肉酥肉香嘅胡歌，食起來口感豐富，堅實堅熱嘴，也都是醬油嘅特色點心。其實啲料嘅市場都賣得到。19年內做到聖誕班兩隻主題，做起農業社會下運營工，就起東西林業共建最後階下，到數個在數料兩條水，就粗徛就危險，都愛睇那麼人來做，來到東西還係要一道素材，了解得到該東西嘅歷史。一下呢，圖鄉親朋友來到嘅兩隻素材按照東西林業文化展期，香港嘅按照係台西山林業故事。有兩年台嘅時間呢，佢其實係啲東亞地區最大嘅主菜場哦。雖然講呢係最近天入嚟，不過呢地度呢，還係就遇到珍貴嘅一道嘅林山工業會者看得到。最初到嘅係來到呢邊上，唔收門票，唔使錢，鄉親朋友坐喺度行聊聊啊。地度嘅風景咪係非常嘅正哦。實在睇你啲鄉下呢啲會看啊。至來到了，入口嘅素材除咗係草台起木雕，兩隻一下，藝術家老兩條風有個。樹頭向工上，會表現出安泰安鄉頭嘅美感。山羊啦，穿山甲很有名，甲意思的傳續就是一代傳一代的意思，所以都是一堆一堆嘅樹差唔多有200年，所以甲樹根包到石頭包起，為風吹將了石頭仲要落來，所以啲樹。上坡看到嘅上坡街嘅樹根，香港人雕嘅展期度還有26件大型父母木雕作品好看，係那面積最大嘅在面頭前，也4.5公頃安發嘅生態區。風一吹，風面紅公讓直接，水調第3部紅動詞採嘅行下過來行下過去，其實2年內係盡數了解水期。我們從大雪山制採下來的一些木頭，那會方便去做儲存，然後方便去做運輸，然後也讓它避免它很那麼容易的腐朽掉，所以把它分類放置在暫時存放在我們的儲木池裡面。那需要制裁的時候，再由我們的水道再經過我們的原木梯，然後往上輸送到我們的制裁廠。下後唔是盡數了咧，自然是係動物故事嘅素材。負面紅還有好同高雄區嚟到藝術作品好看，好彩冇本大火燒體，留下來嘅榕樹皮、樹皮嘅兩條嘅倉庫，網路建兩條，還那係建設嚟改良時林業嘅發展。因為它把那個裁切的一些木片木皮，然後利用輸送帶，然後從高空自由落體落下，那暫時堆置在那個地方，所以它的建築物的建築特色，也就是去做成一個非常這個高的一個形狀，三角的形狀，就是方便我們儲存那些
废材木皮。那就是如果说锅炉间运作的时候，就是利用这些边材废材，然后去燃烧一些动力，然后回送给制材厂去使用。东西咁样老年咯，该市场做事差不多4点钟都蹦蹦过嚟嘅，个离山啊，个总落东西了还有太石山啊，大概大货上去，总下的东西卖东西，所以咁样东西动老年，咁样东西的体价嘛一高，比丰原还较高。燃气度还看得到加量时在塑料嘅铁基炉杯架，塑料在度量处理过后，就会用火车向外送到丰原高雄基炉掠到所在。汉拿点样燃气嘅行业站，除系东西火车头，每次系掠下嘅客家文化燃气。电动疗愈总行运动到，主命改动富田码头，除系加量时改动设计成过夜。不过除了去上车之外，客家文化燃气还打造了一推老天津号从容嘅蒸汽火车，大家就对操练火车，每种来头摆来体会改动时嘅情景。我帮你看。好，谢谢。早期东势支线它是一个旧火车支线。那东势它以前早期是以伐木业为主，那以前都是砍大雪山的那个树木。那后来因为就是停止伐木的关系，所以旧火车站这个就停止废止了。那我们为什么会打造这艘爱腾1号？那就是因为我们要纪念东势支线。操纵蒸汽火车，台面在自己强调个，能够发挥劳动生产嘅机制。我等下孙来了，请翻译呢。以前特殊厂在抽没，现在10几年没有做，现在在开发的话也很好，让我带孙子来一起勾起我小时候，还有跟孙子一些成长的回忆。他新奇又好玩，尤其是冒烟的时候呼呼叫。对啊，我儿子非常喜欢，每次就带他来坐这样子，是很好的回忆。透过火车，很早得到清退出快总嘅大毛布行啊，两位系一家传统嘅客家总头，三山鬼风庙，还那系彩天应该信用中心。先民当时对体育影响过来时来到山区开垦的时候，带到影响嘅新民。因为了个开垦为所呢，开发山区，真就挖ขึ้น个原住民的为所，所以佢真需要除了个防疫公司的时候，真形象的保护公介丰益公司除了定地人就附上好保护令，还那就得对中头嘅设计看得出来。看到对山上我们要出来那个要做种植的太习惯了，好种下是一片南好种下起来，也北好是慢慢就扩的回收。以防疫性的角度来讲，防疫人收的人看到暗角的是原住民过来的时候，对係有利的防疫。老日做人睇毛布，还发现得到地中头各只头嘅酱料未当做意思。因为佢面对嘅开垦的过程真多嘅困难所以佢讲除了请山上官王以外呢如果佢请你洋嘅信仰等于讲王爷公个派出来并码头当招数，所以讲你当头4个角头就有得酱料。这种头是红嘅，为书记一步一步停嘅行，停嘅看，行甜咧。三山回风苗顺红嘅规划4点，系一家做得天土大嘴鼓老麦电路嘅好素材。咱的桂花米早晚麦都按迄条咧慢慢一粒一粒慢慢调，按照加米落去煮，泡茶啦无都讲泡咖啡啦，一般个是等于讲煮控肉啦，做同样，其都就清香的桂花的香味。合作杀入3000平嘅桂花山，花唔单抢拿来做桂花味，还如此牛皮土、风茶、五柳茶两条桂花内啲产品，两条地基冲嘅免税店都当好卖，公园做电路送给每一户。
康一定东西对节气认识开始论认识两种素材，研究其实未了解一道菜题嘅历史文化老产业，热情嘅东西研究分享大家穷下来了。